今日睇啲乜？錦繡花園千三 B 型3層即型，地下咧係一個獨立嘅車庫，有頂嘅，擺架跑車入嚟，唔怕日曬雨淋。門口仲可以派多部常用車，側邊位置可以做翻少少嘅收納位，跟住正門入屋就係客飯廳空間。千三 B 型地下係一個長方形嘅客飯廳，而家身處就係客廳嘅部分，呢個就係電視機牆身，呢邊就擺梳化，再後少少就係飯廳嘅位置。經過客廳嚟到呢一個位就係方方正正嘅飯廳位置。樓底係比較高身嘅，千三 B 型，大約樓底都2.6米㗎啦。地下有一個緊廚嘅廚房，入邊咧就用明火煮食爐啦，有2個嘅星盤啦，有個窗係望翻後花園啦，擺到一部單門雪櫃，咁仲有少少嘅儲物位置添。今次介紹嘅係千三 B 型，實用面積902尺，跟住一個花園嘅面積就506尺。地下咧有一個後花園，咁啊呢個唔通花園嘅。即係如果你要入呢個花園咧，需要入屋經過客飯廳先嚟到呢個後花園嘅私人空間。咁呢個後花園咧，整體個面積就506尺。咁啊單邊位，出邊咧係馬路嚟嘅。咁再對面咧就係一個貨櫃場咁樣嘅地方啦。咁周邊咧就中間有啲樹木咧作為一個好似屏障咁樣啦。咁所以嚟講，你見到大家可以望到可身後面其實都望到好多樹嘅景觀嘅。咁呢度話大唔大話細唔細？500-600尺空間其實夠你招呼朋友。依間屋咧前面咧就係雙程路段，泊車就比較方便啲。後花園咧就係單邊位，望出去咧就係一條馬路，唔對屋。沿樓梯上去咧就係客房嘅樓層，樓梯嘅右手邊就係浴室洗手間，有窗係屬於明廁，做咗企缸㗎啦。呢度係1樓嘅客房間，呢間第一間客房咧做到好多入牆嘅衣櫃啊。入門咧嘅左手邊有一半牆身嚟做咗入牆櫃㗎啦，到頂嘅入牆櫃。咁另外呢一度咧亦都安置咗一個比較大少少嘅衣櫃啦。咁啊睡床3尺床挨窗邊安放，景觀係望翻後花園，望出去都係大部分望樹景。雖然對面係有個廠房，咁但係就唔係貨櫃場啦。咁但係就唔會點樣影響到啦，因為望出去其實都係望樹景多少少嘅。呢間係第2間客房，入門口右手邊做咗到頂嘅入牆櫃，作為2間客房嘅間隔位置。睡床5尺雙人床挨住窗邊安放，景觀望翻去前花園，呢度望出去咧可以望到2間屋中間嘅花園通道位，前面係雙程路，望出去視線都尚算開揚。平台呢一度業主就做咗少少嘅收納位，有個禪縫空間，曬晾衫呢其實都比較方便，望出去嘅景觀亦都比較開揚。樓梯位置呢度呢仲有個獨立門，上邊就係主人套房。呢度係2樓嘅主人套房，我嘅右手邊就係浴室洗手間，入邊做咗企缸嘅設計，有窗係屬於明廁嚟嘅。咁而我身後呢一個位置呢，就係睡房嘅寢區位置，一般呢度擺雙人床㗎啦。前面呢度仲有一個入牆嘅衣櫃收納櫃，前面有一個露台，望出去景觀向東北可以望到大陸嘅景觀，望出去比較開揚。而佢嘅對面呢，就係一間屋嘅花園通道位，一對屋嘅花園通道位，咁望出去咧都係比較開揚同埋比較通風嘅。而佢後面呢一度咧就雖然係對住一個廠房啦，冇乜景觀，但尚算都係開揚嘅，唔係點咗，因為呢間屋咧係一個單邊位嚟嘅。咁當然冇做閣樓，咁所以嚟講樓底咧就高身啲，感覺個空間感係舒服嘅。咁同埋有時坐喺呢度望出去個景觀咧係可以俾到你一個舒服空曠啲即係視野闊啲嘅一個感覺啦，或者一個居住環境啦。主人套房呢係一個長方形嘅設計，門口嘅左手邊做咗啲入牆衣櫃，附設咗一個露台位置，望出去景觀亦都好開揚。而主人房嘅另一邊亦都有個大嘅透光窗。呢個位呢，就係主人房嘅露台位置，
望出嚟大家可以睇得到，大致上都係兩層屋啦，間中隔咗一兩間係啲三層積，但係完全都唔會影響到個景觀嘅。望出去都係藍天白雲，可以望到大陸夜景添。